今次介紹嘅單位設計，實用面積為897尺，整體風格走自然柔和線條，以木色、米白同暖灰為主調，營造一種開揚、放鬆又帶少少精緻嘅家居氣氛。客飯廳打通設計，地板延伸至整個空間，令視覺更加連貫。電視櫃與餐邊櫃用上白色配胡桃木條紋，收納實用之餘，細節亦充滿層次。客房以暖白色為主，搭配啡橙色植物同金屬燈飾，簡單但充滿溫度。每個細節都考慮實際生活需要，從收納比例到家具高度都經過精準計算。主人房空間乾淨利落，床架與書台一體成型，利用轉角位設計成梳妝台或工作台。靠窗位置特別打造低矮層櫃，既有儲物功能，亦不阻景觀。全屋光線自然，配合柔光燈帶，令房間氣氛更加舒適。整個設計講求舒適得嚟又唔會單調，令到屋主喺繁忙都市中擁有一個可以真正放鬆嘅空間。